10K 的10K 组的10K 组的请起跑，10K 组的请起跑，5K 的还没有工作人员注意一下，5K 的还没有5K 的工作人员5K 的跑者还没有来，10K 组红色号码布的跑者请赶快起跑我们来看一下10K 的跑者红色号码布还没有起跑的跑者，二水三太子的一起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活动。三太子今天的选手来参加三太子有号码布真的选手三太子今天的选手还有红总一个这个城镇，但是呢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我们呢常常说鹿港也是一个这个开放式的博物馆。我们常常说鹿港伫路边卖豆奶的足够消毛笔的，伫迄工厂内底迄画玻璃金鳌伪国画那它本身就有一个它自己的天然的底蕴。那非常谢谢我们的连锁店全统在这个全国各地一起来举办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路跑活动。我想除了让大家有更健康的身体之外，也让大家呢能够到每一个县市参与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地方的特殊的一个风情那鹿港呢本身除了说等一下大家在市区里面的一些古迹景点之外，我们在彰滨工业区还有好几个博物馆，所以也欢迎大家有空多来鹿港走走，一起呢徜徉在我们鹿港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文化。特别也要谢谢我们这个鹿港我们的慢跑协会二路慢跑协会长期以来在鹿港地区对于我们的这个慢跑的一个推动那也举办了非常多的赛事。我们彰化县从10月20开始，一连串2个月的时间有7场的这个慢跑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那最后恭祝今天的大会顺利圆满，我们参与盛会的所有贵宾好朋友们，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行东西探无人知，行南北大家探到有大大，美好彰化，希望城市，大家做伙来拍拼。过去感谢，未来个拜托，谢谢大家，谢谢。很开心我们主办单位，我们 Jeep 品牌我们是源自台湾，我们智协王国的一个品牌那台湾智协王国很厉害，我们没有台湾最棒最强的品牌。那我们 Jeep 品牌源自台湾应用最高的科技技术，我们提供给最专业的一个运动装备给所有的跑者朋友们来做整个使用。那整个 Jeep 品牌呢，我们年度在台湾各个城市推广我们今年来讲的话我们从1月份到12月份，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办整个 Jeep Run 的路跑活动，来让我们每一个城市的跑者来做体验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彰化鹿港场次今天的话呢，要这个展现一下鹿港的热情，将近7500多位的选手，那今天一起来我们的彰化体育场来共襄盛举来一起来巡礼我们鹿港小镇的整个的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城市那今天天气非常好，那跑者都非常的开心那也今天来了，我觉得蛮棒的，就是说整个整个小镇都整个热起来了，我们的旅馆通通都客满了非常非常开心。